嗱，各位，最近咧喺大陸發生一單呢個商標維權事件喎，就係呢一個咁樣嘅知名嘅大牌集團 LV 控告呢一個大陸嘅知名連鎖奶茶飲品店叫茉莉奶白嘅連鎖店啊。嗱，好多香港同埋海外嘅網友咧，其實都應該刷過呢啲短片噶啦。見到呢單咁樣嘅 LV 控告呢個奶茶案啊，可能有好多人都會跟住同大陸嘅網友一齊鬧呢個 LV 恃強凌弱啊。但係其實成件事情擺晒法律證據，由頭到尾同規則都企喺 LV 嗰邊噶喎。嗱，今日咧就一次過拆解呢三個喺內地嘈到拆晒天嘅核心問題啊！好多大陸嘅嗰啲咁嘅博主咧，都唔敢講呢個底層嘅邏輯噶。嗱，我就企喺中立嘅呢個法理嘅角度，同大家傾下呢單嘢。LV 專門告呢間咁嘅連鎖品牌茶飲罰足1030萬，人人都話係殺雞儆猴本土嘅品牌，其實實際上咧就係規範成個中國地區嘅創意市場啊。法官白紙黑字判呢個 LV 勝訴，咁點解喺大陸仲有咁多網友要單純靠呢個民族情緒企隊喺呢個咁嘅奶茶店呢？呢間咁嘅奶茶店輸咗公司之後咧，即刻就捐咗100萬支援呢個廣西水災。好多人見到呢個舉動咧，即刻就心軟，覺得佢冇錯。但我講清楚一點，做慈善咧，永遠咧係唔可以抵消呢個商標侵權嘅責任噶喎。仲有兩個流傳好廣嘅質疑啊，話呢個4葉花源自隋唐寶上花，點解 LV 唔告呢個人民幣嘅2毫子嘅嗰個4葉花圖案呢？仲有呢個公廁嘅嗰個窗花呢？睇起上身呢係有道理嘅，但實質全部都係混淆呢個概念嘅嗰個邏輯陷阱啊！依家好多人將 LV 合法維權同舊時八國聯軍侵華擺埋一齊講，呢個比喻聽起身好似好合理，但係完全就係偷換呢個核心嘅定義。作為理性嘅人，我哋應該又點樣客觀咁看待呢個知識產權嘅規則呢？呢單官司又預告咗所有中國人嘅品牌出海會遇到乜嘢嘅隱藏風險呢？嗱，首先我就完整咁還原成件事嘅脈絡先。呢個大陸嘅茶飲品牌茉莉奶白，其實佢由一開始咧就係刻意咁抄襲呢一個 LV 嘅嗰個商標喺度蹭流量噶啦。好多人淨係知最後要賠1030萬，但係就唔清楚成件事嘅前因後果。呢個茉莉奶白喺短短嘅幾年就喺中國地區開設咗超過2400間加盟店。眼見呢個東風茶飲市場競爭激烈，普通嘅中式花紋又唔夠吸引呢啲年輕嘅客群，所以咧一登設計咗一款4瓣幾何花作為品牌嘅標誌。呢個花瓣嘅弧度同埋對稱嘅結構，中間嘅星形鏤空同 LV 流傳百年嘅老花圖案高度相似，連資深嘅設計師都認出相似度極高。嗱，呢個茉莉奶白呢個品牌咧喺大陸咧前後已經有10幾次向呢個大陸嘅知識產權部門申請咗註冊呢個咁嘅圖案噶啦，但係呢10幾次嘅申請咧都全數咁俾駁回噶。官方嘅文件咧就清晰咁列明佢個圖形同呢個 LV 嘅馳名商標近似，容易令呢個消費者混淆兩個品牌嘅來源。咁正常做生意嘅商家收到呢個部門駁回嘅通知，咁就肯定會重新原創設計更換呢個標籤噶啦，係嘛？但係呢個茉莉奶白佢就唔係，佢唔單止唔調整，後續咧仲收到呢個 LV 發出嘅正式律師函，要求全線嘅門店包裝宣傳品下架呢個咁嘅圖案。但係呢個茉莉奶白咧，佢亦都依舊置之不理，而且仲不斷咁開新分店，擴張呢個營業。
靠呢個咁嘅平價輕奢感嘅呢個噱頭，吸引呢啲年輕嘅消費群體。直到2025年，LV 就正式入稟咗內地嘅法院，嚟到2026年嘅6月底，一審判決落地啦。呢個茉莉奶白商標侵權嘅事實就成立咗啦。法院就勒令呢個咁嘅茶飲品牌賠償1030萬，其中有1000萬作為補償品牌嘅商譽損失，仲有30萬呢係補償呢個 LV 打公司嘅開支嚟嘅。同時呢，強制全網發布呢個道歉嘅聲明，兼及銷毀所有印有呢個涉案嘅圖案同埋嗰啲物料。單獨一間加盟店亦都要承擔10萬嘅連帶賠償責任。嗱，首先拆解外界所講嘅殺雞儆猴真實用意，其實唔係針對呢個中國人嘅本土品牌嘅。依家好多大陸嘅嗰啲網友咧都覺得 LV 係國際巨頭，專門咁揀嗰啲嘅細品牌維權重罰，以大欺小。但係其實 LV 根本唔在乎區區千萬嘅賠償金額。今次打公司嘅核心目的係樹立全中國嘅示範案例。因為咧，依家喺大陸有好多呢啲咁樣嘅老細創業咧，都會有一個投機嘅心態嘅，就係佢哋呢啲咁嘅買奶茶啊，同埋呢啲咁嘅飾品啊、服裝啊，好多呢啲咁嘅行業咧，依家都懶得原創設計啦，個個都走去抄人哋嗰啲咁嘅國際奢侈品牌嘅商標嚟襯呢個高級感，覺得行業唔重疊，大牌咧就唔會使時間去追究佢哋。嗱，大家不妨設身處地咁諗下，如果今次法院輕輕咁放過一間擁有2000幾間分店嘅大型連鎖茶飲，我可以講不出1年，喺中國所有嘅地方都會跟風模仿，好似 LV 同埋香奈兒、GUCCI 呢一啲咁樣嘅經典商標，成套知識產權呢，到時候就會變成形同虛設啦。最後損失嘅唔單止係呢啲海外嘅奢侈品牌，就算係中國自己人原創嘅品牌，一樣會受到傷害，係嘛？因為中國都有好多自己本土嘅嗰啲咁嘅品牌噶嘛，係嘛？咁唔通日後佢哋獨家設計嘅嗰啲 logo 又隨便俾人哋抄啦？到時候又有邊個會出手嚟幫佢哋維權啊？係嘛？今次 LV 專門揀知名度高、規模大嘅連鎖品牌重罰，其實就係想話俾中國嘅創業者聽，馳名商標唔可以隨意抄襲，投機捷徑嘅代價係十分之大嘅。呢個行為係規整整個市場嘅亂象，絕對唔係刻意咁打壓中國人嘅企業。嗱，我喺呢度咧就逐點咁拆解中國網民嘅3大盲目撐呢間奶茶店嘅嗰啲錯誤觀點。佢哋呢啲觀點咧，全部都經唔起法理嘅推敲嘅。首先第一個，佢哋話四葉花咧係源自中國隋唐寶相花，只不過係經由呢個日本嘅隋唐氏傳去歐洲嘅，華人用翻本土文化嘅圖案係理所當然嘅。呢個講法咧係偷換咗關鍵嘅概念。嗱，喺古代嘅寶相花屬於全民族共享嘅開放裝飾紋樣，佢嘅款式咧千變萬化，從來冇固定統一嘅造型嘅噃。但係 LV 嘅老花係品牌耗費上百年嘅獨家調配花瓣比例、線條、內部嘅星形結構，定型之後長期全球商用，已經俾多個國家嘅司法體系認定為獨有嘅馳名商標，受到各地嘅知識產權法律保護嘅。簡單咁講，即係話任何人都可以參考寶相花嘅靈感，自主重新設計花紋，但直接按照 LV 改良定型、註冊商用嘅呢個專屬圖案，當做自己鋪頭嘅招牌。呢個唔係傳承東方嘅文化，只不過係抄襲他人累積多年嘅品牌知名度。第二點，同情弱勢，茶飲只係本土小企業，唔應該俾跨國巨頭打壓。嗱，知識產權法律規則咧就唔分企業嘅規模，唔分品牌嘅所屬地區嘅，係全球通用嘅公平規則。
今日仲用明知違規，仲大規模抄襲牟利嘅呢個茶飲店，聽日咧就會有更多人模仿呢啲咁嘅抄襲行為啦，係嘛？反正抄襲都冇事嘅，咁大家都抄，係嘛？到時候咧就搞到呢啲踏實投入資金做原創設計嘅商家，所有嘅心血都會白白咁浪費。到時候咧呢個市場嘅嗰個環境咧就搞到烏煙瘴氣，係嘛？法律保護真正嘅弱勢群體，但係咧從來都唔包庇明知規則仲硬走投機捷徑嘅賺錢經營者。第三點，兩個行業完全唔重疊。買奶茶嘅消費者係唔會去買 LV 皮具嘅，根本唔存在損害。呢個講法係唔了解馳名商標嘅跨類保護條文。其實唔單止內地，喺香港啊、歐美啊、東南亞呢啲咁嘅知識產權法律咧，都有同樣嘅規則嘅。一旦高端奢侈品牌嘅經典標誌大量流傳於平價嘅餐飲飲品行業，長時間會令呢個大眾弱化呢個圖案嘅高端屬性，直接稀釋品牌積累幾百年嘅商譽價值。再加上茉莉奶白刻意包裝輕扯東風嘅營銷風格，明顯係想引導呢個年輕消費者產生同 LV 有合作聯名嘅錯覺，屬於刻意攀附他人嘅商譽，完全符合商標侵權判定嘅標準。喺呢個茉莉奶白啱啱被罰款完之後呢，佢就捐出100萬支持呢個廣西嘅洪災。其實捐款救濟災民呢一份咁嘅公益心意肯定係值得表揚嘅，但係呢，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公益捐助同商業嘅侵權係兩件完全獨立、互不抵消嘅事情嚟嘅，唔好混為一談。舉一個大家都容易理解嘅例子，如果有廠商抄襲他人嘅專利賺大錢，但係事後捐錢做慈善，全球任何地區嘅法院都唔會因為佢做過慈善就免除佢嘅侵權賠償責任。茉莉奶白清楚知道呢個 logo 係存在法律嘅風險，仲全國大規模拓店，靠近似 LV 嘅圖案吸引客源，賺取龐大嘅營業額。呢個商業層面嘅違規責任必須完整咁承擔，捐款只係額外嘅成分，永遠唔可以成為抄襲牟利嘅遮羞布。如果日後所有商家只要違規捐一筆錢做公益，就可以免去法律嘅處罰，咁全球商業市場嘅規則都會徹底咁崩潰。堅持原創唔走捷徑嘅中國品牌只會越做越難做。點解 LV 唔去告呢個大陸嘅呢個人民幣2毫紙嘅嗰個圖案呢？仲有點解唔去告呢個公廁入面嘅嗰個窗花入面嘅嗰個4葉花紋呢？呢句係全網流傳最廣嘅質疑喎，有90%嘅觀眾分唔清兩種完全唔同嘅使用屬性。嗱，呢個咁嘅人民幣同埋一個古建廁所窗花入面嘅4葉紋，佢哋只不過係屬於單純嘅裝飾美觀用途，從來唔會拎嚟做鋪頭招牌、銷售產品嘅識別標誌，唔存在呢個刻意蹭 LV 嘅名氣、牟利嘅目的，自然唔符合呢個商標侵權起訴嘅條件。大陸嘅呢個央行印製嘅貨幣、建築商裝修呢個樓宇，普通人睇到絕對唔會誤以為係同 LV 存在呢個商業合作嘅，亦唔會依靠呢個花紋提升呢個產品嘅銷量。但係茉莉奶白將近似圖印印滿喺門口，同埋一個奶茶杯，仲有一個包裝袋，當成整個品牌嘅核心識別，刻意營造輕奢高級感，吸引顧客主動利用 LV 知名度牟利，完全踩中品牌嘅維權起訴標準。仲有依家喺大陸咧，有好多呢啲咁嘅網民咧，就情緒上頭，講呢個 LV 依靠呢個知識產權嘅規則，掠奪咗中國人傳統嘅文化，同舊時嘅八國聯軍搶掠呢個文物係毫無分別嘅。呢個聽起上身咧，好似好有道理，但係完全係偷換呢個核心嘅概念。
呢兩件事呢，根本就唔可以擺埋一齊比較。當年八國聯軍係動用軍隊武力發動侵略，強行掠奪土地、文物、金銀財寶，踐踏中國嘅主權同法律，屬於毫無底線嘅暴力掠奪。但係今次 LV 嘅維權呢，係全程跟足大陸嘅呢個法律法規嘅，主動提交證據，促直庭審，最後判決都係中國當地嘅法官依據呢個商標法獨立判決嘅，全程係當地完整司法體系內解決商業糾紛嘅，完全唔存在外國強權嘅壓迫。話 LV 壟斷華人文化，其實係講唔通嘅。真正限制中國人本土創作嘅，唔係呢啲咁嘅知識產權條例，而係好多呢啲咁嘅老細根本就唔願意使錢研發原創，個個都想一心抄近道賺快錢。身為理性嘅人，我哋要理性咁看待呢件事情。好啦，嗱，呢期有咁上下啦。各位如果覺得我講得唔錯嘅呢，就 follow 我啦。我哋下次再見。